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8日，约书亚記21章45節安尼講：上主對以色列家所有的祝福，無一句落空，攏有實現。三甲來祈禱，對阮祝福，無一句落空，攏有實現的天父，阮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實的真活上帝，你所賜下的話，攏是真實的，無一句是虛假。互阮佇困境中，猶原通堅定來倚靠你，也互阮佇軟弱的時，通得到開難。主啊，阮要來感謝你奇妙的所做，也要來稱頌甲學樂你的至尊聖名。主啊，你捌對以色列百姓應允講，要互因得到土地來成做產業。主啊，你也要將豐盛的穩定甲產業賞賜互阮每一位屬你的兒女，因為你是守約是慈愛的上帝。主啊，你對阮所有的祝福，無一句落空，攏有實現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